后来乡亲啊，过来有一种有空的洞洞鞋啊，轻个软个好行，即摆是真流行，也毋过煞害学生骑铁马来并车。台中后日一个男学生，就是穿即种有空的洞洞鞋啊，骑铁马，结果倒脚的鞋啊加入去前链，链啊锁死，全翘高链并车，笑一个严严袂消见。 学生伫头前骑脚踏车，驾驶的速度放慢，不过后一秒学生煞熊熊大雷残。规台车翘高链，学生规个人向前摔伫涂骹，倒骹有空的鞋啊喷出来，加在驾驶速度慢，即时冻掉。你还好吗？ 学生后来家己骑起来，甲车刷去路边，驾驶嘛落车关心，嘛想讲伊到底是安怎会跌倒。详细看，原来学生倒脚当时脚踏无打到，头前链袂再个歪歪，倒脚有空的鞋啊就夹入去。 车祸地点伫咧台中乌日，学生后来无报案，不过影片抛上网了后，引发着讨论。脚踏车业者讲，若穿有空的鞋啊，也是牵拖这种头前较长的鞋啊骑车，就较高，互头前链夹着。你的脚踏板踩下去的时候，跟挡泥板或跟那直接碰到的时候，你转弯稍微少，有可能就烧掉啊。当初的学生了伫咧网络顶解说，骑车的时发现正边的洞啊无够力，所以当下用倒边来动，才会造成重心无稳，鞋啊搁拄好夹入去。 那以大原则来讲，在抓的话，刹车都是2只手同时刹，因为那个刹车的安全性是最高。业者讲，台中U-Bike车型头前链较低，那敢若用头前来动就后边车，所以一定要有好的习惯，两边做伙动。市府回应，目前骑公共脚踏车拢有强制投保意外险，民众若是发生事故，会当申请赔偿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